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懸案錄》。一個大男人喺大庭廣眾之下，對住已經失去生命體徵嘅親生骨肉痛哭撞牆。呢個畫面喺任何人眼中都係一場痛心疾首嘅人間悲劇。然而，但當警方撥開重重迷霧，喺17000條被刻意刪除嘅聊天記錄入面，發現嘅竟然唔係哀傷，而係一場歷時9個月反覆推敲嘅殺人計劃。究竟呢個男人嘅喊聲背後隱藏住點樣嘅計謀？2020年11月2號下晝3點24分，位於重慶市南岸區錦江華府小區，原本平靜嘅午後被兩聲悶響徹底打破。2歲嘅大女雪雪同埋只有1歲半嘅細仔洋洋，先後由15樓嘅住所飄窗墜落。當醫護人員趕到現場嘅時候，姐姐已經當場失去咗生命跡象，而弟弟喺送去醫院搶救之後，最終都因為傷勢過重，2日凌晨亦都離開咗呢個世界。案發之後，細路嘅父親張波表現得極之崩潰，佢當時只着住一套睡衣褲，連鞋都冇着就跑落樓，坐喺地下抱頭痛哭，甚至用頭撞牆，表現出一種近乎瘋狂嘅悔疚。當時小區嘅鄰居，甚至係初步到場嘅警員，都以為呢度發生咗一宗家長疏忽管理，導致細路爬窗跌落嚟嘅家居意外。然而，警方喺勘察現場嘅時候，發現咗一個極之唔尋常嘅細節。事發單位嘅飄窗窗台距離地面有80厘米高，窗戶嘅開關把手更高。對於一個2歲同1個歲半嘅兒童嚟講，要同時爬上去，仲要喺冇成人協助下推開咁厚重嘅鋁窗，喺物理邏輯上存在極大疑點。要理解呢場悲劇，必須要追溯返呢段婚姻嘅起點。張波1994年出生於重慶長壽區一個平凡嘅農村家庭，佢只有小學文憑，早年喺社會打滾，後來進入咗一間小額貸款公司工作。張波生得高大，樣貌清秀，加上長期喺社會滾打摸牌，練就出一套極強嘅交際手段同滋微觀色嘅能力。2017年初，張波透過朋友介紹識咗陳美琳。陳美琳出身於一個典型嘅書香世家，父母都係科研人員，家境優厚，受過高等教育。喺陳美琳眼中，張波雖然出身低微，但當時表現得非常有上進心，而且對佢千依百順。儘管陳美琳嘅父母強烈反對，認為兩人嘅價值觀同成長背景相差太遠，但陷入熱戀嘅陳美琳並冇理會。2017年8月，兩人閃婚。呢場婚姻由一開始就極不對等，婚禮嘅費用、新房嘅佈置，甚至連一對結婚戒指都係由女方家庭出資。婚後嘅生活並冇陳美琳想象中咁美滿。隨住大女同細仔先後出世，家庭嘅開支同責任逐步增加。與此同時，張波嘅事業開始有所起色。佢同人合夥經營一間小型貸款公司，接觸到更多所謂嘅高端圈子。隨住眼界開闊，張波內心嘅慾望開始膨脹，佢開始嫌棄呢段平淡嘅婚姻，認為陳美琳同2個仔女係佢步入更高社會階層嘅絆腳石。2019年4月，張波喺隱瞞自己已婚有仔女嘅情況下，開始追求葉成塵。葉成塵係重慶一間加工食品公司老闆嘅千金，家境顯赫。對於張波嚟講，葉成塵唔單止係一個情人，更加係佢實現階層跳躍嘅終極跳板。為咗迎合葉成塵，張波喺2019年8月正式向陳美琳提出離婚。佢表現得極之冷血，完全唔考慮當時細仔洋洋仲病緊，一心只想盡快恢復單身。2020年2月，兩人達成咗離婚協議，大女由陳美琳撫養，細仔就由張波撫養到6歲，之後再交翻俾女方。張波需要支付80萬嘅撫養補償費。然而，張波以為離婚就係解脫，但葉成塵並唔係
係咁諗。根據後來法院披露嘅證據，葉誠塵表現出一種近乎偏執嘅佔有欲同冷酷。佢多次向張波表示，如果你有細路，我父母唔會接受你，我哋就冇可能喺埋一齊。喺葉誠塵嘅邏輯入面，張波嘅兩個親生骨肉係佢哋愛情嘅污點同障礙，所以由2020年2月開始，兩個人就喺微信入面開始進行咗長達9個月嘅謀殺計劃。警方後來運用咗數據恢復技術，將17000條被刪除嘅聊天記錄全部恢復。呢啲記錄咗一個令人心寒嘅過程。佢哋最初討論過製造一場車禍，將細路撞死，但葉誠塵嫌車禍太過麻煩，而且未必能確保兩個細路同時死亡。最終佢哋將目光鎖定喺張波位於15樓嘅寓所高空墜落，偽裝成意外，係佢哋認為最完美、風險最低嘅方案。喺呢9個月入面，張波曾經有過幾次動搖。佢喺微信入面問過，咁樣做係咪太殘忍？但葉誠塵嘅回覆好決絕，佢甚至以割脈自殘嚟威脅張波，話如果張波唔動手，佢哋就分手。喺金錢、地位同所謂嘅愛情面前，張波最終徹底泯滅咗人性。2020年11月1號，張波開始執行計劃，佢借口要買衫俾大女，叫陳美琳將大女雪雪帶回錦江華府。當晚因為張波嘅媽媽一直喺屋企，張波揾唔到單獨相處嘅機會，於是計劃推遲，直至11月2號下晝，機會終於到嚟。張波媽媽外出打牌，屋企只剩低佢同2個年幼嘅仔女。當時葉誠塵正透過微信同張波保持實時聯絡，佢喺電話另一端施加壓力，要求張波立即採取行動。根據張波後來嘅供述，佢當時抱起2個親生骨肉，將佢哋帶到飄窗邊。大女雪雪同細仔洋洋當時完全冇察覺到死神嘅到來，2歲嘅大女可能仲以為爸爸想同佢玩遊戲。張波趁細路唔留意，一手抓起一個，將佢哋雙雙掉落窗外。15樓嘅高度，大約45米，2條鮮活嘅生命喺短短幾秒鐘內化為烏有。完成殺戮之後，張波立即清理現場，並製造自己喺另一間房瞓緊覺嘅假象，隨即衝落樓開始佢嘅表演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警方喺案發後第一時間封鎖現場，並對張波進行咗多次詳細詢問。張波嘅證詞漏洞百出，佢聲稱案發時自己喺度瞓覺，但警方發現窗台上嘅足跡同纖維分佈極唔自然。最關鍵嘅係，當警方提取並恢復咗張波同葉誠塵嘅手機數據之後，真相浮出水面。面對鐵證，張波最終交代咗所有罪行。2021年7月，案件喺重慶市第5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。法庭上，張波同葉誠塵開始互相推卸責任。張波話自己係受葉誠塵脅迫，而葉誠塵就辯稱自己只係有暴力傾向同隨口講嘅說法，並無真係想殺人。然而喺17000條記錄清楚顯示，葉誠塵喺謀殺計劃入面起到咗積極嘅推動、誘導同埋施壓作用，係主犯之一。2021年12月28日，一審判決宣判張波、葉誠塵犯故意殺人罪，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一審判決之後，2人提起上訴。喺等待2審期間，張波嘅表現極之戲劇化。佢先後寫咗4封信俾陳美琳，內容充滿悔意同哀求。佢喺信入面不斷回憶2人曾經嘅美好，甚至話願意將自己名下唯一嘅房產賠償俾陳美琳，只求陳美琳可以出一份諒解書，饒佢一命。對於呢種遲嚟帶有目的性嘅懺悔，陳美琳表現得極之堅毅。佢喺社交媒體回覆：你對細路落手嘅嗰一刻，
你就唔再係人。我唔需要錢，我只要一命填一命。2023年4月，二審開庭，張波喺法庭上全盤翻供，否認故意殺人，聲稱係意外。但檢方出示咗更加嚴密嘅證據鏈，包括事發時兩人間嘅通話時間點位，完美契合墜樓發生嘅時間。2023年5月11日，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，駁回上訴，維持死刑原判。2024年1月31日，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張波同葉成塵被依法執行死刑。當消息傳出嘅時候，唔少網民感嘆：正義雖然會遲到，但永遠唔會缺席。陳美琳喺接到消息後，去咗安放仔女骨灰嘅寺廟，將呢個消息話俾佢哋聽。佢講咗一句話，令無數人落淚：外公外婆會代你哋好好活下去，惡魔亦終於消失咗。回望整單案件，我哋不禁要問：點解一個父親可以殘忍到咁嘅地步？張波係典型嘅極端利己主義者，佢將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完全簡化為價值交換。當仔女失去咗裝飾，佢美滿人生嘅價值，反而成為佢高攀豪門嘅絆腳石時候，佢內心嘅人性天平就徹底崩塌。而葉成塵作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嘅人，佢嘅冷血更加令人心寒。佢將剝奪生命視為達成個人目標嘅工具，呢種對生命嘅漠視係極端社會價值偏離嘅產物。案件雖然已經畫上句號，但留低嘅警示係深遠。婚姻唔係跳板，仔女更加唔係隨時可以捨棄嘅籌碼。當一個人失去咗對生命最基本嘅敬畏，就同禽獸並無任何分別。希望雪雪同洋洋喺天堂可以擁有一對真正愛佢哋嘅父母。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，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，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